台湾有真侪国校啊，因为少子化，学生是愈来愈少，一寡偏乡的国校啊，嘛可能就爱关门。咱来看伫屏东垦丁国小的鹅銮分校哦，虽然人数敢若40来个学生，也毋过哦，因为正有冲泳、唱水跟课程，所以有真侪家长哦，嘛是愿意甲囡仔送来遮读册。伫面镜囡仔伫海内底练习下场，看起来亲像夏令营的活动。说是屏东垦丁国小鹅銮分校正规课程，唱水、沙坡顶全国导游的教程，互袂少家长愿意每天来回40公里，将囡仔送来这间学生共有46人的偏乡国小分校上课。垦丁国小鹅銮分校其实是位于全台湾最南端的地方。那这些越区的家长呢，其实来我们这边都非常的远，每天来回2趟接送，就要花掉他们将近1个半小时的时间。这些家长真的非常的辛苦。就伫真侪国小受少子化冲击，学生人数愈来愈少的时阵，垦丁国小鹅銮分校靠着特色课程跳出困境。后来接近半数囡仔来自学区外，毋拿罕游课程，垦管处人员介绍陆溪生态，透过实地体验甲上课，互囡仔更较了解恒春半岛的海陆生态。很多校外教学，就是哪方面的？潜水或是去别的地方过夜什么的。功课比较少，不然在台北都6样，有时候10样。囡仔伫水底甲海龟做伙游泳观察选学，搁伫海底捡粪扫净海。囡仔伫耍水的过程当中学习接近大海、甲海共存。学校透过特别的罕游课程，和保育的观念对细汉开始，嘛为罕游永续尽一份心力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准屏东报道。